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行第3場聯合採訪活動啟動，高 Sir 從港珠澳大橋前往珠海探索。今日咧，我嚟到一個咧好有特色嘅地方啊！咁啊，當然唔止特色嘅，仲好高科技，我哋堪稱咧高質量發展嘅代表。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咧格力電器。咁啊，你見咧整個大廈大堂咧，其實咧都有好多金句嘅。2013年，格力大膽進軍智能裝備、通訊設備、模具等，從專業空調生產邁向多元化高端技術產業。格力智能裝備助力自身自動化改造，還為家電、汽車等行業提供服務，展現出強大市場競爭力和產業輻射能力。格力咧都有好多外國人咧嚟參觀嘅。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啊！嗱，今日咧我就嚟到咧橫琴啊嗰個粵澳深度合作區嘅一個咧跨境電商嘅一個產業園區。咁呢度咧就令到我咧大開眼界。咁啊跨境電商同埋咧可以做到咧直播帶貨。咁可以見到咧即係跨境電商層面咧，其實珠海咧真係領先我哋香港咧好多籌。咁啊希望咧香港咧能夠可以喺度發展啦。咁不過就係話咧，如果有好多朋友咧都問我要去做跨境電商喺邊度好啊？咁我一定咧係推薦咧珠海嘅。在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中醫藥廣東省實驗室和湯臣配件參觀，讓高 Sir 對內地的中醫藥和大健康產業有了全新且深刻的感受。他們在科研創新、產業規模以及國際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香港可進一步加強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合作。港人北上時也可前往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選購中醫藥產品。嗱，呢度咧就係高 Sir 咧經常咧喺珠海咧都會行過地方，但係今次咧第一次嚟，真係要入去咧見識下、感受下咧珠海嘅低空經濟啊！其實咧嗰個低空經濟咧個應用咧係好廣，有分好多不同嘅層面啦。咁呢個場館咧亦都去展示咗不同嘅情況。下期會介紹珠海文旅15運會籌備。記得點讚關注哦。